喂，陳太，早晨，早晨。Hello，早晨啊，張生。最近見到有人發起聯署要開特別大會，其實到底發生咩事啊？咪係關於換電梯嗰單嘢咯。我哋屋苑成功申請到市建局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，換9部電梯，最多有450萬資助，即係每部上限50萬。仲有啊，如果你係60歲或以上嘅自住業主，個人仲可以額外申請最多5萬蚊資助。但係我哋嗰晚係周年大會食飯，唔係已經過咗議案咩？點解仲要又再傾過？過係過咗，但係因為好多業主對當晚投票過程同結果有疑問，我哋資助個資格今年4月23號就到期，一定要喺之前搞掂決議同簽約。聯署小組2月9號已經交咗信俾法團主席，按法例45日內要開會，即係3月27號或之前要開，絕對夠時間重新議決嘅。咁其實當晚結果係點樣嘅呢？經市建局招標妥，一共係收到12份標書，但係嗰晚結果好懸殊，一間叫威迪工程就攞咗超過60%票數，但另外3間國際大牌子日立就唔到15%，其士東芝得8%，奧迪斯得6% 左右。明明呢3間國際牌子係全球10強，歷史悠久，但佢哋加埋都唔夠30%。威迪工程真係好似冇咩點聽過喎。係啊，公開資料好少，唔似日立、東芝、奧迪斯呢啲上榜名牌。威迪報嘅係組合機，即係喺唔同地方買零件砌埋一齊，而國際牌子係原廠機，成套系統由設計到保養都係同一品牌，穩定性同兼容性通常都會好啲嘅。咁係咪組合機平好多價？仲離奇啊！威迪個組合機總報價竟然比日立、其士嗰啲原廠機仲貴咗200萬，200萬即係我哋屋苑差唔多4年嘅維修保養費，平均每戶要俾多2000蚊啊！點解技術簡單嘅又唔係大牌子，反而會貴咁多？呢點真係要深思啊！咁點解1月嗰陣仲會喺高票之下選中威迪呢？呢個就係授權票嘅問題。原本呢個制度係方便咗唔得閒出席嘅業主，可以授權代表投票，原意係好嘅。但如果大部分業主唔出席，將授權票集中晒交俾少數人，就例如主席或者委員，喺呢幾個人手上嘅票就足以主導結果，其他人嘅想法根本反映唔到。原來係咁。咁如果有更多人親自出席，會唔會好啲呢？梗係會啦。就好似如果你哋300份原本冇出席嘅業權都親自到場，通過提高門檻，持有大量授權票嘅人就冇得穩操勝券，一定要爭取現場業主支持。政府都知呢個漏洞，所以就係今年2月已經向立法會建議修例限制授權票數目啦。哎呀，陳太，咁我上次已經簽咗授權書俾法團，而家想改親自出席得唔得？使唔使申請撤銷？唔使，因為授權書係一次性嘅，1月29號嗰張只係適用於上次大會。今次開特別大會，你有權重新決定，一係親身去，一係簽過張新嘅俾你信任嘅人，只要嗰個人清楚你諗法就得。咁而家聯署小組係想揀定邊一間電梯公司呢？其實聯署小組有冇既定立場，亦冇話一定要換，可以只做係優化都得。雖然得一間公司投標優化方案，而事實上聯署小組最關注嘅係呢個涉及成千萬嘅工程，應該要係大家充分知情下共同決定，而唔係由少數人代勞。咁到時投票又係點計嘅呢？一般議案好似電梯呢啲，要當日出席並投票嘅業主過半數支持就得。至於選委員就按得票由高至低排，所以你嗰一票，你親自出席嘅力量，先至係打破現局嘅關鍵。聽完你咁講，今次特別大會我一定要親身去自己做功課，睇清楚各間公司嘅技術、價錢同200萬差價值唔值得。咁就啱啦。翠桃閣係我哋屋家，未來值得每位業主親身參與。我哋到時係特別大會見啦。